续来看南投的中寮有一场龙营区拍死人咯，47岁头家甲3个临时工，甲一个42岁临时工拍死。这个头家是台中人，3年前到南投中寮租土地来开龙营区，但是无申请执照，是非法营业。伊怀疑死者偷摕物件，撞溃烂死，竟然就甲其他员工联手，甲人拍甲昏倒在地，才来卡119，佮骗讲对方是跋倒。实际消防员看死者规身躯乌青硬血，涂骹阁有血，认为无单纯，通报着检警，这代志才来出破。救护车走山路赶到南投中寮这个龙营区，两人伫护理室门口真紧张，一直讲话。这就是龙营区头家甲3个临时工涉嫌将另外一个临时工拍死的现场。现场的时候，患者已倒卧地上。那现场员工呢，有用那个电暖炉照射患者，但患者已经全身僵硬，牙关紧闭了，已明显死亡。救护的消防人员讲，这个员工行为真奇怪，讲死者跋倒，却用电烘炉伫甲保温，怀疑是要暗砍伤势。消防人员一个检查发现，讲死者规身躯拢乌青，涂骹阁有血，怀疑讲无遐单纯，通报警方一个调查，果然毋是跋倒的，是互拍死的。伊就是涉嫌拍死42岁姓张的临时工，这个47岁姓谢的洛阳区的头家，伊的相片拢无翕到面。经过了解，伊有伤害前科，面册标记是来自台中2021年到南投租这地开垦做洛阳区，有拍真侪影片记录开垦的过程，一直到1、2个月前才做成立。不过这个洛阳区无登记。我们会邀集相关单位进行联络稽查。县政府表示讲，这个洛阳区无申请营业相关的执照，若是有受人客做成立，安尼依法爱罚10万块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